嗱，可能你兄弟姊妹知道心中里冇日天嘅心，平安知道冇hết，快樂知道冇hết，家唔咩，兩唔咩，上帝嘅話語講是家啲，在呢個以賽亞書26第3節有人講到，呢個心並本來佢嘅平安能夠壯義，佢嘅平安快樂能夠壯義，嗱係講你相信佢是，嗱係講自己相信上帝。自家嘅平安能夠照顧自家嘅心，所以佢交代自家嘅心中嘅平穩、平強嘅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嗱，以賽亞書26第4節咁樣教白自家，係講你相信上帝永遠，上帝做呢嘅磐石。磐石係咪意思？意思係強嘅上帝、穩嘅上帝。難嘅上帝唔是離開自家嘅上帝，佢嘅平安能夠保護自家嘅心，照顧自家嘅心，請讓人佢嘅話教把自家心中並本來相信佢嘅平安快樂能夠照顧自家嘅心中，謙卑嚟相信耶穌基督係一個磐石，係一個救主，而得到永久嘅平安快樂。你行嘅禱告不隆重兄弟姊妹，可能你心中你知道冇平安、冇快樂、冇喜樂，又愁又擔心，你嘅小病嘅心肝你，上帝你照顧、你保佑、你本佢強嘅心嚟開路本佢可能有問題、有痛苦、有煩惱，你照顧咪本佢嘅心，得到你嘅平安。保衛佢嘅心，你嘅平安照顧佢嘅心，佢會得到你嘅恩典。奉耶穌基督嘅名，我感恩，我禱告，阿門。